亦都係咧歷嚟奧運聖火第一次啦，係喺世界之巔啦，係成功點着，係一個紀錄，亦都係一個創舉嚟嘅。嗱，由於喺珠峰嗰個天氣啦係非常之唔穩定啦，有厚厚嘅積雪，風亦都係比較大，雲層咧亦都係比較多啊，所以成功啦係可以攞到火炬上個珠峰峰頂啦，可以話係非常之難得㗎。鏡頭裡我們已經看到珠峰的頂峰了，我們也看到下一棒的火炬手已經在位置上等待。對。嗱，依家咧攞住火炬嘅火炬手咧就會慢慢繼續向前行，咁準備咧就係交棒俾另一位啦，喺高少少位置嘅火炬手，咁就係要進行交棒嘅儀式㗎。嗱，其實見到佢哋咧都係可以講係舉步維艱啦，因為現場咧係鋪滿咗厚厚嘅積雪，每行一步咧都要係用好大力氣同埋都幾艱辛嘅。由於雲霧的籠罩，可能現在我們看不清楚幾級。嗱，依家見到第一棒嘅火炬手咧，應該係差唔多咧行到去第二棒火炬手嘅位置啦。好，我們看到。切到另外一個地方。對。積極迎面走來。嗱，而喺另一個角度睇咧，其他嘅登山隊隊員呢係繼續向峰頂嘅位置係進發緊。呢批登山隊隊員呢，為數係有成19人㗎。咁就係經過嚴格嘅篩選程序啦，係選出嚟。咁分為突擊組啦，同埋支援組嘅成員。嗱，依家第二棒嘅火炬手咧，亦都係成功啦，係點着咗火炬，係成功交棒㗎。46歲，第3次登頂珠峰。對，對於46歲的人來說，3次來到珠峰，的確是相當的不容易。他曾經在1993年、2007年和今年登頂珠峰。嗱，呢一班登山隊隊員啦，包括咗有登山教父之稱嘅西藏登山學校校長尼馬次仁，咁佢就係擔任突擊組嘅組長㗎，有一位藏族人嚟嘅。另外咧又有副組長啦，係羅新，就係漢族嘅代表。其餘咧係有10個嘅隊員啦，係包括咗藏族人啦，係有7位，佔多數。另外值得一提嘅咧，就係當中亦都係有2位女士嘅隊員㗎。另外2個咧就係漢族人，有1個係土族人。距離頂峰不遠的道路上，還有一個小小的高坎，他現在正在邁過這個坎。是。就既是一小步，同時也是新的高度。其中一位隊員呢，就係黃勇峰啦，咁佢都係來頭唔細㗎，咁曾經征服過7大洲嘅最高峰。要不要下來一點？下來一點。其實根據過往經驗啦，喺5月上半個月啦，其實喺珠峰嗰度咧風力係比較大㗎。而下半個月相對風力就較細。嗱，而家話口未完啦，第2棒嘅火炬手就完成咗佢嗰個路程啦，就成功將個火炬係點燃到去第3棒嘅火炬手手中。嗱，而家第3棒嘅火炬手咧就開始佢嘅路程啦。步履相當的矯健，已經非常接近頂峰的位置。在頂峰，我們看到嗱，據成功登上峰頂嗰個隊員就同我哋匯報翻啦，其實依家喺峰頂嗰個能見度都係幾低下㗎，而且雲層咧亦都係越嚟越厚啊，所以個天氣情況咧都可以講係話唔係太好。不過咧，暫時所見咧都係冇影響到火炬傳送嘅過程。到依家咧點到去第4棒啦，仍然係非常之順利㗎。咁火炬啦，上嘅聖火亦都係冇熄喎。好，這個所有的火炬都熊熊的燃燒在。其實咧，今次經過呢個珠穆朗瑪峰呢個聖火傳遞啦，其實可以講係今次奧運聖火嘅一個創舉啦。我哋之前嗰幾站都見得好多啦，一般都係以跑步啦、車隊啦，又甚至喺香港見過係龍舟啦、坐船嘅方式係傳遞啦。但係今次咧係聖火可以上到世界之巔嘅
封頂啦，可以講係真係一個創舉嚟㗎，因為咧之前咁多屆啦嘅奧運會都從未試過。這是大學生的代表黃春慧。而喺進行今次嘅創舉之前呢，其實當局都做咗大量嘅準備工作，包括啦係要做修路啦、營地嘅建設啦、氣象預測啦，同埋一啲保障工作，確保登山隊嘅隊員啦係可以安全順利咁將聖火送到去峰頂。而登山隊隊員啦喺過去亦都試過啦喺海拔6500至到8300米之間啦，係進行過一連串嘅適應訓練啦，同埋登山嘅訓練，可以講話啦係準備充足㗎。點燃了奧運的祥水火炬。而當局咧之前一直都冇公佈到確實將火炬送上珠峰個日期。因為咧一切咧都有好多變數啊，包括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要睇個天氣變化嘅情況啊。因為珠峰嗰個天氣咧其實一啲都唔穩定㗎，不時都會有大風啦。而喺今個月嘅3號咧，亦都曾經落過一場非常之大嘅雪，咁所以當局咧都唔確定究竟幾時咧可以將聖火送到上峰頂。不過好彩啦，珠峰啦地區啦喺呢個月嘅6號咧就開始天氣轉晴，咁連續3日咧都係天晴㗎，咁所以當局就計劃啦喺今朝就進行呢個登頂嘅活動。奧運的聖火在珠峰點燃，告訴大家歡迎大家到北京來，歡迎大家享受這一份快樂與和平。嗱，而家見到啦係聖火咧係繼續傳送緊啦，當中係包括咗有女隊員㗎。喺19人當中呢，係佔咗2位。有隊員啦，更加係拎住一啲奧運會嘅會旗旗幟啦，係向住鏡頭展示㗎。另外呢，亦都有北京舉辦奧運嘅旗幟，同埋更加唔少得嘅呢，就係中國國旗啦。嗱，你再提提大家啦！依家畫面所見嘅呢，就係珠穆朗瑪峰嘅峰頂現場情況啦。咁19位嘅登山隊隊員呢，係成功將奧運聖火啦係傳到上世界之巔嘅峰頂。依家呢，佢哋就向住鏡頭呢，就係高舉住火種燈啦，同埋火炬。另外呢，亦都係帶備咗中國國旗啦、奧運會會旗。同埋咧，係北京舉辦奧運嘅旗幟咧，係上到峰頂㗎。第一畫面所見啦，見到現場嗰個風咧，亦都係越嚟越大啦。天氣情況真係唔係咁好㗎。不過暫時咧，傳送聖火嘅過程都係幾順利㗎。咁而家仍然見到啦，嗰個火炬上嘅聖火啦，都係冇熄過嘅，一路係點燃住。這一刻，中國人實現了自己的諾言。把奧運聖火帶到了世界之巔。今次啦，將奧運聖火傳到去珠峰啦，其實可以話係艱難重重啦，因為呢班隊員啦要面對非常之多嘅障礙啦，包括一啲嘅天然嘅障礙，咁就係包括咗有大風雪啦。有啲係好陡峭嘅斜坡啦，咁同埋惡劣嘅天氣環境啦，都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大考驗嚟㗎。